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伫咱中间，甲咱做伙敬拜上帝，也多谢张牧师安排吼。我伫遮10年服侍吼，第一摆伫礼拜时间伫咱中间，伫疫情的中间，捌伫线顶啦吼。张牧师讲，你敢会毋捌来阮礼拜时间？我讲咱拢共时间礼拜，也无其他安排，要来遮吼。就讲无咱来教我啦。我讲好啊，教我好啊，教我伊去阮遐吼。我来遮，我当然好啊，哪会无好吼？所以其实我今仔早起已经伫安提阿教会吼，白牧师遐甲因斗相共，因为白牧师转去台湾有即个办讲座啦吼，所以我就来到咱中间，甲咱做伙来分享。倒去厝即个主题，我想是真侪人拢真有趣味的主题吼。那我想回家吼，倒转去厝，即个是真大心的过程。咱若转去台湾，转去母国吼，咱来感觉讲倒去厝足好，倒去厝足好吼。咱拢常常伫即个倒去厝的即个过程中间，会感受到即个路吼，有时真近，有时真遥远。咱敢知影，伫即个真侪时阵天灾地变吼，台湾风台真侪所在，所以阮有足侪同学拢伫原住民部落咧服侍吼。逐摆若拄着风台吼，也是大地震吼，伫山区的路拢会断站去，所以定定拢会拄着迄个回家的路啊，真远啦，真遥远啦，吼，真遥远。因为有个原住民部落需要桥嘛吼，所以桥若断了。无法度过迄个桥的时阵，无法度过去因的部落、因的故乡吼，所以迄是人为，就是讲即个设施交通拄着困难。咱伫几年前疫情吼，咱有伫即个线顶礼拜，咱会看到讲，迄个疫情无交通的问题，无拄着任何的建设的问题有损坏，总是人甲人中间却有真长的距离，无法度三甲四接。也抵到咱无法度倒转去坐飞机倒转去家己的所在，想要去的所在。迄阵上界辛苦的，就是医疗人员。你会看到真侪即个故事，也是广告讲，遮护士、遮医生，有的人可能毋敢转去厝的。所以我拄着一个家庭，因兜护理人员拢住伫做伙住一区，厝够换吼，就是讲亲戚朋友、护理人员拢做伙住伫迄间厝。毋是护理人员呢，其他的家属拢搬做一伙住，因为毋敢接近家己的囡仔。为了做护士的、做医生的，转去厝要甲囡仔接触吼，囡仔做想要甲抱讲你毋通来甲我抱吼。即个距离，互人真困难倒转去到家己的厝，甚至伫迄段时间，咱嘛知影有即个人要甲人做伙聚接，特别伫破病中间，要互亲人即个最后的。拥抱吼，要甲抱一个吼，都有困难吼，因为迄个病困，互咱无法度甲即个破病人接触，甚至到落尾有当时是用一个薄膜吼、塑胶吼，会当隔离空气吼，伫塑胶的即个隔离中间吼，较互相有小可接触，迄叫做看袂到的隔膜吼，虽然会当。摸到会当吸到，不过拢是假一层塑胶，伫遐咧烧染，伫遐咧烧浸。咱来看到转去厝的路，其实是一个真要紧的即个譬如一款的故事的表达。今仔咱的经文中间，咱看到有两位所在，拢是有关即个耶稣所讲的譬如真要紧的故事。那即两个譬如中间有一个足要紧的特色。就是甲回家吼，倒去厝有关系的牵连。倒转去厝，伫即段18章的中间有直接的字眼讲到回家，讲到回家的字眼。但是15章迄段落虽然无讲到回家，不过有真清楚的表达，就是伫即个故事内底是伫用家做要紧的场所，伫遐互人思考。那即段18章的故事，咱认识耶稣讲即个譬如有互即个讲到两个人的祈祷，去到圣殿祈祷的譬如，即个是一个譬如，毋是真正发生的事实。不过有真侪学者咧讲，即个譬如真有可能是耶稣长期伫圣殿观察，
观察遐个人奉的情形，也将实际上实际的情形，甲伊设做譬如来讲互人听。吼，所以即中间牵涉着两个人，一个人叫做法利赛人，一个人的职业叫做即个毛税，也是讲即个税吏。吼，人讲税吏。那即中间一个人足明显的是神职人员，法利赛人。吼，这较属于迄款有即个真好的训练的背景，宗教人士。吼，那税吏就是咱一般世俗。吼，咱讲即个国税局的。吼，财务人员。吼，咱讲一个属天的，一个属地的。吼，这一看知即两个职业吼，可能有一个印象，互你会直觉讲，安尼即个法利赛人吼，拍算上帝可能较会听伊的祈祷的款。不过真趣味耶稣讲即个譬如中间，拄好倒饼，结论拄好倒饼。吼，你看即个法利赛人足够祈祷，祈祷书足长的。吼，袂输那个牧师咧祈祷，足够祈祷吼。不过你爱说你吼，我坦白讲吼，上帝无一定是要听牧师的祈祷吼。你莫想讲通到遮祈祷，牧师上帝一定听吼。上帝要听的是诚心实意的祈祷。吼，咱咧讲阿门，阿门迄句话啥物意思？心所愿。吼，迄个意思心所愿。简单讲，上帝要听的是诚心实意的祈祷，真真正正出伫心底祈祷，毋是口才好的祈祷啦。吼，有喙无心的祈祷，上帝毋爱听啦，上帝毋爱听吼。这个法利赛人真够祈祷吼，不过祈祷有一个足严重的问题。吼，耶稣为着啥物代志设譬如，伊是为着迄款自义的啦。吼，自以为义、自义的人。吼，搁为着迄款会藐视别人。吼，这是两款人。你自高自义的人是一款，这甲你家己有关系尔。但是因为你家己自高自义，看轻别人，这是另外一件代志。耶稣为着这两款的特性设这个譬如，拄好，这个法利赛人伫耶稣的譬如内底就是这款的吼。伊不止夸口家己，我有1/10咯，我有禁食祈祷2摆哦，一礼拜2摆。其实你若详细看吼，遮会夸口吼，改成嘛无真悬的标准，敢毋是？1/10是悬的标准吗？无啦，基本盘尔啦。咱讲基本盘对无吼？一礼拜禁食祈祷2摆，足济吗？吼，有的人我捌拄过呢，有的人介甘心呢，一工一定要禁食1顿呢。吼，伊讲咧减肥啦，不管你减肥创反正伊就是真正禁食1顿就对啊啦吼。这嘛是真够。咧一礼拜若7天的人禁食7摆呢？法利赛人这甲一礼拜禁食2摆尔，介济吗？吼，圣经也无规定这物件，无伊是照啥标准呢？敢是真悬的标准吗？普通啦，吼，嘛毋是啥物悬标准的。那佫较害的伫祈祷中间伊讲我无亲像别人，我无亲像别人，吼，无亲像吼迄个税吏的，吼，真惨吼。祈祷佫咧比较，吼，祈祷佫会比较，迄袂输那你囡仔咧考试有无？交考卷有无？讲我考100分，你考几分？有没有？吼，假像是安尼吼，我考100分，你考几分？吼，上帝啊，感谢你，吼，无互我亲像迄个考99分的，吼，因为我拢100分嘛，吼，无互我亲像迄个税吏的，无互我亲像别人。祈祷较会你比拼，祈祷较会你学比较，祈祷是你甲上帝的关系，祈祷较会摕来甲人比较。你啊，祈祷上帝讲上帝啊，感谢你，互我无亲像食牧师吼，遐尼教话吼。讲话吼，有即个有空无顺的吼，讲迄即个无道理的吼。你祈祷就祈祷，你甲上帝的关系，你好好甲上帝交陪祈祷，你的灵性的问题、生命的问题、实际上的困难，摆咧伫上帝面头前就好啊。较会搁要甲人比较，吼，搁要甲人比落去，迄才是灵性顶头上界大的问题。信仰绝对毋是摕来比较。信仰是摕来建立你的生命，去做你的生命甲上帝的关系。信仰毋是摕来比较，所以伫即个祈祷中间，咱看到足典型的，就是耶稣所讲迄个自高自义，佫会藐视别人的人啊。然后佫落去的祈祷，咱看到即个某税也是讲即个税吏，即个人的祈祷真简单。
伊也无讲伊做啥物外交，吼，伊也无夸口，吼，也无批评，伊敢若一句话讲上帝，吼，施恩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，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，施恩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，伊敢若一个祈祷尔，求上帝怜悯伊这个有罪的人。我看伊的祈祷足简单的，伊的祈祷将伊家己上界大的问题，伊当然伊有优点，伊嘛有伊的好处，伊嘛有伊值得夸口的所在，不过伊拢无要做，伊就是干那来到上帝面头前坦白伊家己个人自我迄个真实的我，讲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我将我家己显露伫你面头前，求你施恩怜悯我这个有罪人。咱看到伫人的生命中间，上界容易产生的问题，就是有病的人感觉家己无病啦。即款的人到底有病也无病？你讲的啊，我都无病，你敢讲我有病？哦，安尼有病也无病？你歹势讲无病，共骗的。哦，讲有病，伊阁无欢喜对无？吼。耶稣讲啥？有病的人才着欠用医生啊，无病的人太讨需要医生。啊，咱的问题上较大是啥物？上较大为啥？人无病耻感啊！吼，人无病耻感，无有破病的意识。有病的人感觉家己无病，即款的病是真大条啦。咱讲叫做病入膏肓啊！吼，伊家己破病，伊无感觉伊有病。别人讲伊有病，佫袂使，伊佫感觉伊无病。啊，所以伊需要医生无？伊讲我无需要食药，我无需要听医生的，家己做医生啊。耶稣讲，有病的人才着欠用医生，这真要紧对无？有病的人才着欠用医生，所以真清楚的，有罪的人才着需要救助，无罪的人太有需要救助，这个真做真要紧的一个主题。所以这个所在，这个祈祷说理足清楚的，伊甲上帝讲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求你怜悯施恩我这个可怜的人，我这个可怜的人。伫这个祈祷中间，咱看到伊真诚恳、坦然面对伊所信的上帝，自我显露家己上界需要的部分伫上帝面头前。耶稣就照安尼来讲啥？伊讲这个人，吼后壁即句话耶稣讲伊讲我甲恁讲哦，这个人，吼伊倒转去，吼比迄个人佫较算做义。简单讲，伫即个所在真要紧，耶稣定即个真要紧，祈祷要紧的一个标准，就是祈祷是为着要来到上帝面头前，得到上帝欢喜。祈祷毋是要夸口家己有外交，好，所以至少说咱看到即个学者就甲咱提醒讲啥物话？圣学者讲啥？讲当咱咧祈祷，就是显露咱家己本身。上帝甲选民中间立约真要紧的关系来正做基础。伫即个基础下面，人若是违反伫上帝的面前所立的约，人敢若一条路会当走，即条路就是敢若悔改，就是悔改。人甲上帝的关系若出问题，咱就是应该。倒转来到上帝面头前来，正做悔改认罪的款式。所以伫即个譬如内底，耶稣足清楚设立即个所谓敬虔祈祷的模样。上帝所欢喜祈祷的款式，就是人为着家己所犯的罪负责任，倒转来到上帝面头前悔改认罪，悔改认罪。所以真清楚。悔改认罪，正做人要倒转去上帝的家回家。请问迄个回家，迄个家是啥物家？迄个家毋是恁兜大门拍开迄个家啦。要倒转去迄个厝是上帝的厝体，要倒转去迄个厝是上帝国价值观的厝体。所以真趣味，伫即个譬如内底，咱拢会记哩迄个悬的会被。讲过一家，啊！咧卑微的会去用升悬，咱敢会记即句话尔，但是咱袂记哩迄句话讲，即个人比迄个人佫较算做是义，
伊倒转去厝的时阵，有人要算伊做义，所以迄个厝绝对毋是人，因为人无法度算伊做义。什么人的厝？上帝的厝。敢若上帝有迄个权柄算即个罪人做义，人拢无可能。所以迄个厝的确是上帝的家，迄个厝的确伫上帝国内底的家，也是讲咱惯势唱圣诗讲祖家，有无？天堂就是咱祖家，就是被上帝所设立的家。咱倒转去的时阵，上帝敢若看一项代志尔，就是咱有诚实面对咱的生命的需要啊无。所以简单讲，即个税制毋是高标准哦，讲悔改认罪叫做高标准，毋是，伊嘛是达到门槛，达到迄个基本的标准，会通踏入去上帝所拍开门迄个家，悔改认罪会通成做倒转去厝真要紧的开始。回家的旅程就是从悔改认罪开始。然后咱看到即个譬如也阁有一部分真讽刺的所在，就是迄个本来想讲家己会当得到尊荣、得到荣光的法利赛人、宗教人士，伊感觉伊应该会堪这，互上帝称做义啦，啊无？哦，上帝啊，我做工做遐久啊，上帝，我献身做牧者做遐久啊，我做宣教师做遐久啊，我总是会使吧？有时咱有即款袂记哩、无意中的骄傲产生啊，想讲我会堪进，想讲我的确爱对上帝遐领受，上帝爱遐我，因为迄是我应该得的。迄就是法利赛人上介大问题，伊感觉我拢尽一切的义啊，我拢尽一切的律法所交代啊，所以哪？所以我应该会使啊吧，上帝，我应该有资格啊吧。无义务，伫耶稣的譬如内底，即个法利赛人无互上帝称做义，无得到伊本来孝想要得到的荣耀尊荣。颠倒头，这个税吏伊无夸口，无偏袒，伊敢若悔改认罪，伫意外中间，伊却受上帝甲伊称做义，接纳伊倒转来上帝的家啊！另外，咱看到原来伫耶稣的譬如内底标准真简单，要进入上帝的家，就是独通过悔改认罪，通互被上帝接伊倒转来厝，上帝要认定称伊做义。咱的中文圣经、台语圣经拢读袂出来即个字。照原文希腊文的圣经学者的分析真简单，即个算做义算为义的即个字眼，希腊文用法是过去完成时态被动语态的分词。你听甲要昏去对吧？这你讲啥物话，我听拢无安尼。真简单，理解就是安尼吼。啥物叫做过去完成？就是讲你已经受称做义，已经是啊，已经完成啊。上帝已经称这个税吏做义啊，已经完成称你做义。那毋是你家己自以为义，你是被动的。什么叫被动的？就是上帝称你做义啦。你无法度讲家己是义，自义的人自以为义，无啊，迄毋是义啊。真正的义是上帝顶头的权柄称你做义，你才会堪去称做义。简单讲。伫即个譬如内底，耶稣用的字眼真清楚。上帝老早就已经称即个悔改认罪的人是义人啊。简单讲，上帝已经接伊倒转来家己的家，接伊入来上帝国的家。这是进入上帝国的家上界基本的标准，就是悔改认罪。生命最低门槛就是悔改认罪。当人愿意悔改认罪，就开始踏上倒转去厝回家的路上。所以毋才会产生即句话耶稣所讲的，伊讲啥？要甲恁讲，这个人倒转去厝回家，比另外迄个人更较算做是义。讲到回家，即个图我找，即个图我足喜欢。因为即个图有人，毋是干那有字尔。倒转去厝，回家的路上，大手牵小手，
你会想做是白仔囝的一百度，是，咱来看15章就是白仔囝一百度。但是，佫较要紧的，一百度是大手牵小手，咱只不过是迄个小可的人，咱是迄个细囝，会通牵咱倒转去家，带咱倒转去上帝家的迄个手，就是对上帝迄个大手对天顶落来，伊牵咱入去，伊称咱做义，伊互咱会当会牵制进入伊的家，进入上帝国的国度内底。所以，伫即个意涵内底，信仰内底的回家，倒转去厝，有真要紧需要面对的两件代志，两个赞处。头一个就是爱真实面对关系，真实的关系，真做人倒转去上帝的家，真要紧的过程，就是你甲上帝的关系。人甲上帝的关系，迄是关系，爱真实。法利赛人祈祷上较大问题是无够真实，因为伊干那讲家己好诶，伊敢毋敢讲家己歹诶？你看会到无？看袂到，完全看袂到。伊家己有足侪无好诶所在，伊干那夸口偏捧家己诶好。即个说字较真实，伊足清楚诶真实表露伊家己诶无好。伊外有即个需要救恩，伊甲上帝祈祷，甲上帝祷。所以真实的关系是倒转去厝的，必须爱面对。然后，这咱做者心理学，你若去看回家即款的主题，伫Google你找吼，网络顶头，你会发觉到足侪心理辅导学咧探讨，真侪人毋敢回家，毋敢倒去厝，其中足要紧的问题啥？因为家庭不温暖呐。家庭无温暖，家庭内底人甲人的关系是安那破碎。有伤痕，有紧张，直到人袂爱转去厝。你看足侪少年囡仔伫外围，伫遐浪荡几啊年久吼。伊讲你哪会爱转去厝？伊讲啥？因为我甲阮老爸关系也无好啊，我甲阮老母的关系也无好啊。吼，我兄弟姊妹袂好啦。你有注意到？这是回家上界大的问题。真实的关系，家庭。厝内底若关系破碎，你就毋敢倒转去厝内一脚步。你会找足侪借口伫外口浪流水，原因真简单，因为关系袂好势。但是佫较要紧的是第二赞处，人甲人、人甲上帝的关系袂好势，上界大的问题是家己本身。这是咱人拢无承认的，包括牧师嘛共款啦。那阮囝伫遮吼。伊最近甲我讲一句话，讲啊足艺术的。阮最近咧搬厝，即2工拄搬了，即个鱼类咧，足忝的。搬厝中间一定意见袂合，我就甲牧师娘咧讲一个代志，讲意见，阮2个意见无共款。尾仔牧师娘甲我应，我嘛甲伊应，吼。结果我就甲讲，我甲讲坦白话，我甲讲真实的话。结果讲了2个冤家无爱讲话，冷战。了，我带这个带细只，我带走，我带伊去买物件。台顶也讲一句话，讲啥物？讲啊，大家都有错啦。请问伊咧讲啥物人有错？大家是啥物人？恁爸，伊咧讲我啦。是安那？因为敢若我甲牧师娘尔啦。啊，伊讲大家的时阵，伊讲大家的时阵，妈妈就无伫车顶啊，啊无咧讲啥物人？讲我。尾仔伊佫讲啥？伊讲大家都有错啦。啊，你若莫甲妈妈应就好啊。爱了解无？我若莫甲阮某应，就袂冤家啦，吼，就袂冷战啦。对兄弟，咱通常袂爱承认家己有毋对啦。我要甲囡仔承认毋对，敢遐简单吗？哦，我老爸呢？开玩笑，我有尊严呢，敢毋是？吼，爱威严呢？我讲对啦，我嘛有毋对啦。啊，不过你妈妈吼嘛实在是吼伤坚持啊啦吼。我哪会解释一个知哦？认错佫小可解释理由，你知哦？人就是安尼啦。你的自我就是安尼，敢毋是吗？咱就是即款的人啊。哦，你敢讲你有偌圣洁、偌神圣、吼偌完美？无啦，世间无完美的人。所以倒转去厝，2件代志要面对。大先其实要先面对真实的自我。
自我若会通好好对付，你知影所有基督教领袖神学中间，你探讨、你教示、你操练，拢你操练啥物货？操练家己啦。领袖训练绝对毋是操练别人哦，你会记哩哦。灵修操练，啥物教父的灵修操练啦，吼，甲咱进足侪款灵修的操练中间，遮所有灵修的步数，拢咧治一项代志，治自我即个有罪人。咱有法度治无？咱靠家己无法度治，要靠啥治？灵修就是靠上帝来治咱内底的无好，靠圣神引带咱治咱内底无完全的所在。求圣神施恩帮赞怜悯，互阮有气力，互咱有气力赢过罪恶的捆绑。所以你注意看，潘霍华讲，人若无法度独处，就无法度进入团体生活。你无法度独处，家己甲家己无法度好好斗阵啦吼。咱即马做者辅导学嘛，你讲这吼，要好好的跟自己相处，有无？要好好的爱自己，爱听家己，爱甲家己相处。你家己若伫灵修独处的时阵，无法度治理你家己个人内在下遮的不安。当然毋是靠家，咱基督教毋是靠家己哦。辅导学会甲你教做一步数，靠家己。基督教无你靠家己，基督教拢是靠灵修，上帝开来帮助咱。治家己了才会通进入真实的关系，甲人、甲翁仔某、甲爸仔囝。甲教会团契兄弟姊妹，较会当和谐做伙斗阵。下面即个故事，咱足熟到一个程度，大概免讲故事，咱就知。即个故事无有两字叫做回家。介即个故事足清楚的是，你讲到浪子要安怎样倒转去即个家，伊足清楚的，伊甘愿放弃做囝的身份，伊想要用奴仆。请工的身份倒转去即个家，互伊的老爸来接纳。这已经想好的剧本后，总是咧，当伊来到即个要挖厝，还未到门口要挖进厝的所在，啥物人伫遐等伊？老爸，迄支大手伫遐等伊，头拄迄腹肚，大手伫遐等细支手转来，伊双手天开。就是要听候即个放荡子转来到厝，这咱拢知。然后当伊倒转来的时阵，老爸就甲揽咧、甲斟咧，你讲啥拢袂要紧啦，无啥物话好讲。但囝一定爱讲，囝足想要讲，因为囝足想要澄清讲，无啦，我其实毋是要转来做囝啦，我袂砍钱啦吼，我是要来做你的工啦。你看，伊敢若讲到遮尔，伊敢讲要做你的请工吗？伊敢若讲我袂堪去做你的囝尔。下面即段经文讲啥？伊老爸要互讲无？老爸无互佮讲啊！老爸讲啥物拢免讲，老爸嘛无讲啥物话，嘛无解说。伊讲啥？甲老婆讲来，将上好诶，甲伊捧出来，互伊穿，互伊食，互伊会通重新做囝诶身份，重新倒转来一个家啦。这是天父诶诚意，这是上帝诶好意。无论你是偌放荡。无论咱有偌大的罪，当咱有迄个决心，愿意回头，愿意回转归向上帝，转离开罪恶，转归向上帝，咱的爸上帝的确亲像对待即个细囝相款，将上好的做囝的身份应该得到的全部传互你，要互来，这就是咱所领受的恩典。这个囝就是囝，毋免继续做奴仆，伊就是真做囝的身份。因为奴仆是无自由的，奴仆伫即个家内底，永远这毋是伊的家，奴仆就是奴仆。做奴隶的人永远是奴隶，伊无自主。伫家内底，除非你真做囝的身份，你才有自主，才有自由，会通享受爸上帝家所带来的欢喜甲快乐。所以上帝心意无爱即个细囝做工人、做请工、做奴隶，爱伊倒转来，佮重新做囝的身份，
互伊领受做囝身份的尊荣，因为伊知影你的性命、细囝的性命已经进入悔改认罪的赞处。然后咱刷接来看，这个时阵有另外一个囝，这咱足清楚这个大囝的角色甲伊的故事。大囝倒转来，看见厝内底哪会安尼，遮欢喜，啥物代志？然后一问，原来老爸为着伊的小弟办青草的啦，大囝心中开始无欢喜，咱搁看落去。大囝心中无欢喜了后，伊就受气，毋肯入去。啥物人不爱回家？有无？头拄仔咱讲到的，当伊不爱踏入去厝内底的时阵，就是关系破裂的时阵啊！伊啥不爱入去？因为伊无爱即个小弟转来，伊无承认即个小弟，伊也咧受气老爸是安怎？老爸遮尔挺身即个小弟，所以伊无客气，已经无咧认即个关系。伊讲啥？伊甲老爸讲：你即个囝，你即个囝，你会注意看吼。咱若冤家的时阵，厝内底冤家的时阵吼，我会甲囡仔讲啥？迄恁老母讲的啦。请问恁老母是啥物人？是阮某啊。恁若无爱讲，我会牵手讲的，我会爱人仔讲的，对无？我恁老母讲的，迄表示啥？表示你有一个无好的口气，你甲囡仔讲一句话。啊，囡仔有共款，翁仔某老冤家的时阵讲，迄恁囝啦，迄拢恁囝用的啦，有无？啊，因囝毋是恁囝吗？伊讲，迄咱囝做的啦，安尼毋就好啊？我恁囝啦吼，你儿子的。大囝甲老爸讲啥？迄恁囝啦，恁囝毋是你的兄弟吗？所以老爸纠正你煞接落去啊，老爸就甲伊讲：囝，你定定甲我弟弟，但是你的小弟，老爸无甲责备老爸，敢若甲提醒，这是你的小弟啊，迄毋是敢若阮囝尔，迄是你的小弟啊。你的小弟死搁活，你的小弟失去搁倒转来，你敢免欢喜吗？爸上帝已经接纳啊，你伫即个家内底的人，你有困难接纳吗？关系的破碎，至到无法度倒转来即个家内底。有没有这？回家的路上有很多难处，倒来厝有足侪主动人有困难踏入来即个家的一脚步。咱看到上帝的心意真清楚。关系正做人甲上帝建立真要紧的态度，这个关系也正做人实上一个真要紧影响的态度。然后咱读到伫这个属灵问题中间，咱读到这个大囝的态度，咱其实嘛真容易感觉对这个大囝的身上，咱有足直接的感受。无意中咱嘛有即款的感觉呢。无意中，咱嘛有大囝的即款的埋怨呢。那像似曾相识。耶稣的譬喻中间，上界来的所在，上界互人会通即个反省深入的刺策的所在，就是咱看了、读了，会想我到底是法利赛人，还是税吏？我到底是大囝，还是细囝？即中间，咱看到，伫即个故事内底，互人心真切的，细囝有细囝的困难，大囝有大囝的冷淡。无论是大囝还是细囝，拢爱倒转去厝，拢爱倒转来即个家，要踏转来即个家，要倒转来即个厝，敢若一骹步若定。迄个骹步就是悔改认罪的过程。当大囝愿意悔改认罪，就会通倒转来即个家。当法利赛人伫基督中间，若会通清清楚楚开始进入悔改认罪基督，法利赛人嘛会当转来即个厝。耶稣无讲伊袂当转来，耶稣敢若提醒你，若继续用即款态度，你真困难，互上帝甲你称罪义，除非你愿意悔改认罪。
最后，咱用这段经文做彼此勉励。加拉太书第4章内底足清楚的，咱看见保罗先生提醒咱，咱无搁再做奴仆，咱要做囝儿，因为咱倚靠的是上帝称咱做义，毋是咱有资格，是上帝要接纳咱，互咱进入这个家，做伊的护士，做伊的囝儿，踮伫伊的家，永永远远领受祝福。求主帮咱施恩祝福，互咱的教会共款，诚做开门邀请人来进入上帝的家的要紧的出口，祝福更较侪人，互人的生命伫咧拍本，伫咧流离失所，伫咧找无方向的时阵，教会诚做引带因倒转来上帝的家要紧的一个器具。咱同心祈祷。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你的内面诚侪主你所疼的囝儿。主，阮有真侪阮的缺点，阮的特性，阮的骄傲，阮的自义甲自高。主，阮知影这是人生中间的确爱面对的，总是阮知影，阮靠家己无法度赢过这一切。阮需要靠上帝，阮需要靠主的恩典，阮需要靠圣神的督责，帮咱引带阮，互阮的生命赢过一切罪恶的束缚，无搁做罪的奴仆，要活长身，悔改认罪，归向伫上帝，做上帝的囝儿。主，你接纳阮，你引带阮，你邀请阮，你将阮带转来厝。阮为着这一切献上感恩。恳求主，你也施恩赐福，踮伫阮每一个人生命中间一切的需要，踮伫阮每一个家庭，互阮会通领受对上帝、对天顶来的恩典，也将这个恩典分配伫阮四周围的所在，也通过你的教会祝福伫社区，祝福伫台湾人的社群。恳求你施恩赐福，听阮祈祷的声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